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今日节目一开始，我带大家去到苗栗南庄，看一对牧师同牧师娘，伊能同菜地嘅故事同感情。南庄长老教会有106年历史嘅，28年前，陈义农牧师同阿姐郑慧娟2个好容易去到南庄一个南向创业为主嘅客家庄传教，为初到嘅咁嘅地方。學音樂嘅牧師娘一路家庭對音樂做喜事，只能兒童自修班教成人嘅認識音符，才能係婦女合唱團，一直到參加南莊規劃項嘅社區演出，也做幾做作為如果像唔係傳教嘅事情咯，長期為社區來打基礎。雖然20多年來正式去書寫新基督教嘅人冇講過多，不過伊能對南莊付出嘅真蠻多，為南莊帶來嘅改變。伊人其實也是想要離開，更加是變做長老教會提一隻高級地位拯救嘅牧師。2015年12月25日，多位安撫石頭南莊嘅健康同調清。唔過啲南莊教會都好，成年嘅搞到嘻嘻哈哈。我也到聲音呢，注意安全，面對家頭我有禮貌，守規矩。佢係南莊嘅教頭王，長老教會嘅牧師陳義諾。因為去年就發現，走到哪裡就有人隨手把湯鍋子拆了吃了就丟，這很沒有禮貌，破壞環境，對不對？所以今年要嚴格。該愛注意嘅事情交代佢哋，就愛出發了。今日南莊微風細雨，唔過天地也條聲音呢，報家己嘅故事，也知道近來敬業起來。歡迎報家有歡喜，歡喜，每年都有，嘿，最高興。牧師同牧師娘帶定30人嘅小朋友去報家己嘅故事，演員就談呢度，而好嘅杜好還會昂生。唔過面到20年前，我記得南莊幾隻菜都唔敢念。本來我們來的時候就打算2年以後一定要走啊，因為這邊又那麼窮，哎呀，連我的薪資都付不出來啊，哎呀，本來就想走了，而且人又那麼少，又很怕關在我的手上。喺南莊頭嗰組專門嘅牧師呢度呵，來到南莊冇半年呵，傳統也供養啦，冇半年冇2-3年就離開。1988年，針對神學院創業嘅陳義諾，出家妹出道為南莊客家分會，以合法都談唔識。神仙畢業的時候，人家有來問我要不要到客家地區，我聽到客家地區怕我就怕死。兩個好容易來到強雄北野嘅客家莊，文化同方言都冇相同，其實才唔敢繼續，安尼我用嘅來傳教。所以來到這裡看到，這教會很不健全，只有老人家，沒有孩子，沒有青少年，甚至沒有婦女，都沒有，各個團契都沒有。所以我才跟牧師講說，討論說，那應該要怎麼辦，讓這個教會有一點點生命的感覺啊。那沒有人啊，就一人決策啊，一人行動啊。所以我們就想說用音樂啦。就用音樂開始。當然也是考量到我們本身的能力，因為我們的客語能力不行，所以我們沒辦法去做成年人的工作。那成年人也比較有一些固有的想法，比如說啦，他們會把基督教視為是一個外來的東西，所以小孩子比較不會有那麼強烈的排斥感跟抗拒。考慮到自家能力，
未看到男中嘅聲音呢，下課過後冇乜嘅好好，家頭就決定來搞一條聲音嘅音樂。最喜歡的就是音樂，然後我可以把我最好的，我覺得我最好的東西交給孩子，然後看到他們學會了，真的很高興。牧師嚟向我哋做生意為交費啊，嘅生意呢，佢都會去學習到東西，佢快樂係咩快樂啊？那福音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你覺得牧師跟牧師娘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喜不喜歡？喜歡。這個問題比較困難，為什麼會喜歡他們？一下係暗晡頭9點啦，小朋友放起嘢拿電筒嘅愛進屋卡，一覺夢睡醒，行動要好無限。12月26拜六日，南莊落嘅過年嚟嘅日，團聚過後，我哋客都離開南莊嘅，高飛渡河係講爸爸嘅，望見鬧熱。今日係南莊高飛是愛傳嘅日嚟，每家每戶都出一項一定站嘅菜，來也同大家打鬥氣。愛餐就是要達到一個彼此相愛嘛的目標嘛。哦，我們嘴巴講讓愛流動，這個不能光靠嘴巴講啊。我們希望社區的人來，你來了，我們都歡迎你來。然後不管任何宗教都歡迎你來，但是你都要帶一道菜，大家一起分享。好，準備好了沒？沒聽到，好了沒？好，開動！那邊還有羅宋湯，還有蜜餞，還有蛋糕。對，總共8100塊。一定要吃飽。得到為南莊人嘅幸福，趕手趕夜，天天要成立嘅南莊媽媽合唱團，歡迎大家有機會行出來，你哋會過到很加精彩。那到最後是因為目的班的家長看小孩子的活動這麼多，他過得很多彩多姿啊。那然後我看其他人，每個人都一定很期待合唱團上課時間的時候的到來了。啊，其實老師每次說要停課，我們心裡都挺不願意的啦，哈。啊，但是大家相處的就好像一家人一樣。那覺得是說，透過合唱團，其實就把這些媽媽帶離家庭，對，帶離開廚房家庭，覺得自己也比較有意義的。看廿2日按2日的亞壇節發通，就地牧師兩公婆喺南莊做到一成功。不過對設計由宿舍新教會人數來看，針對頭8月42生日，增加到也係95生日，實在講成績唔係挺好。對啊，所以我都跟我們的會友講啊，哦，人家問我們說，你們南莊教會有多少會友？我都跟他們講說，你們一定要跟他說，我們南莊教會有12000個教友。整個南莊鄉都是我們的教友啊，教會的朋友，嘿，教會的朋友。其實哈，有一個家長他曾經跟牧師講說，牧師，你的手段很高明，好，因為你說業績很差嘛，他說你都沒有叫我們要成為基督徒哈，也沒有叫我們受洗，可是哈，你都用分化滲透的，很像共產黨的，對那個啊，不是音樂，這不是英文課，來站出來處罰，啊，轉過來，屁股寫字 A。
老愛同歡喜帶到南莊來嘅陳義道牧師講，佢唔在乎有幾多位人，佢在乎嘅係佢做一本沙琪物計。古早2000年，佢到南莊規劃好轉移嘅基礎點來發展，同地方鄉親共下做沙琪總體研究。本來點所做嘅嘢南莊就按呢開始動人氣老了，韓國讀書方呀。我们营造规划项事实上我们当初的初衷是把它放在环境工程改造案，我们只是要把我们社区的环境弄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这样而已。但是我们真的没想到会到最后会转化成一个那个商业性的用途。最好、最幸福，嘿。用的拢是街边嘛嘅来改造。街边嘛嘅哈。从以前盲人规划项哈，你用义卖先打出来，然后才山上风景区才来了解一下，然后才做起来，这也是他的功劳。不過按呢嘅陳述，牧師知道談唔到意義，看待南莊嘅街坊見來見鬧熱，老頭擺作為用棉花環境工廠大體改開掉，本來愛做沙琪研究，今年撒哈哈愛賺人嘅錢。那对心肝想要跳楼自杀，跟我们的目标完全都走偏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是整个国家社区总体营造转向，所以你音乐照相也要跟这个有挂钩，什么都要跟商业这一方面的有挂。那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名词？我一下想不起来，反正就是商业化就对了啦。你一定要产业啦，对，产业就是钱啊。碰到钱，人心怎么改造？所以整个社区中的营造转向啦。牧師心肝行下痛嘅係，怕係現正經濟唔好，你怕係現正睇上愛賺錢呢？南莊嘅生意呢，就還唔低頭貼，就開始紅人賺錢。最近我們發現一個反常的現象，就是南莊找不到孩子。我們在思考一個問題啦，就是打工啦。我不敢講說是怎樣，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可能現在的父母經濟上的壓力越來越大，所以他們就會把孩子放在打工這方面，從國小就開始打工了，所以他們不願意去多元性的學習，他們覺得有機會就去打工。我們也衷心的獻出我們對上帝的感謝，讓我們這個世上的愛能夠四處的流動起來。無法度接受安尼嘅改變，牧師同牧師娘決定行去推動進教會，本做教生人嘅牧養工作。我覺得我在南莊至少可以給南莊的一些孩子，帶來不錯的一些生活品質。透過音樂，透過一些營會，然後透過一些愛心的分享，然後再來，南莊人都是很友善啊，也認識了一批南莊的鄉親啊，大家28年來永不中斷的一直在投入社區的營造工作嘛。攀涉受有嘅發通，早晨早睇禮拜過後，第3日下晝。用上日又去到入莊嘅微博下聽說羅佩斯，準備聽日去教會起床嘅東西。當然會有累的時候啊，那不會累，這不是 T 派哦。牧師不是超人呢。那個叫做血淚往肚裡吞下去。哎呀。那個就有一句話叫做或者血吞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哎呀。冇啦，開玩笑。再講唔可以開，當歡喜當痛樂。不過實際上也都有幾下擺都當上愛調整。沒有好幾次啦，總共也只有3次而已啦。那真的是挫折感啦，挫折感。看到未來，就是說我在這裡一直做，可是孩子都一直往外走。好音樂寫聲音嘅嘢牧師娘，老生命度好千金花時間都留伴聲音嘅嘢。不過看到用心培養嘅聲音呢，一日離開南莊，
其实都唔调到强强不会点踢。男装就是这样子，有时候会做到有一点点挫折，或者是闽南语叫做失志，就是有点伤心哈，就会觉得说孩子都走了。这个我调试很久，我也因为这样曾经忧郁症，因为付出很多心血嘛。牧师娘隔天要离开，牧师才知道家基因还忙走慢。其实已经坚决要离开了，跟教会有提出辞呈了，而我们也已经找好另外一间教会。可是那一天晚上，我竟然看到牧师他在哭，他在掉眼泪。我说你好像很痛苦。他说对，他一想到要离开男装，他觉得他很痛苦，他觉得他好像对不起上帝，要让他在这里耕耘的那一份心啊，那一份的使命。人总是有目标跟他的期待啊，但是当你要离开，你发现你的目标、你的期待都还没达成的时候，你就会舍不得走。但是还有更重要就是说，那些孩子的情感啊。所以我就又说好吧，那我就再试试看。牧师娘董小福嘅讲，男装草手为家庭嘅生命，也系上帝对家庭一定赞美祝福。我们真的是用音乐来编织生命。所谓编织生命，就是用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说用音乐把大家凝聚在一起。那当大家凝聚在一起，就有力量啊。然后如果这些凝聚在一起的人愿意把爱拿出来，那就有更大的力量来发挥这个爱。但是编织在一起的生命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那个生命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。当久以前，有一对后生嘅公婆去到南中传教，家头对教圣人嘅音乐做仪式。人生一定后生，一定赞美28年，家头同南中嘅圣人嚟做伴，带定安度圣人嘅成人状态。家头希望也从爱情会继续啲南中传承下去。